見唔見到大陸呢條道路有人掃地？見噴油真係好有趣。哇！噴油，我哋睇下佢哋啦。真的是太神奇了，竟然有這種噴油。這有一個愛外首歌剛才經過，啊，這是黃飛鴻火車站。這噴的也太快了，不怕不幹嗎？這個比較神奇的道理就是在此，真的很快哦。勁。係啊，其實呢啲真係有啲魅力嘅，觀眾你哋細心模仿啦。好啦，今條片到呢度啦。like 嘅話就可以訂閱、留言同埋按讚啦。拜拜，我係張震軒。